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代理Jordan張。如果大家對呢個樓盤有興趣，就分影片下低夾翻頭像側邊嘅 WhatsApp 或電話掣直接查詢啦。今日就介紹嘅係新康城4期一個高層3房1套嘅海景單位，上面積有618尺。我一齊睇個單位啊！從單位大門入嚟之後呢，個小小嘅玄關位置，右手邊就係廚房嘅部分，業主將牆身拆走咗，用咗個大型嘅鞋櫃間開。廚房有一組曲尺形嘅大型櫥櫃，有擺放雪櫃、酒櫃等等嘅位置，亦提供咗足夠嘅儲物空間同煮食平台。拆走咗牆身就可以放張大餐台。玄關位之後就會見到一個環室形設計嘅飯廳，飯廳有大型嘅對流窗，客廳亦有大面積嘅窗台位置，採光度相當足夠。我哋先睇飯廳嘅位置。埋邊嘅牆身長達7尺，左邊嘅牆身亦長達7尺半。放完張大餐台之後，仲有好多空間可以放個儲物櫃。單位嘅客廳部分同樣闊落實用，整個闊度就有10尺。右邊嘅牆身亦長達7尺，可以放個大型電視櫃。左手邊就可以放張3人嘅大梳化，有個大面積窗台位置。我哋就睇外邊景觀，從單位望出嚟，可以望到屋苑鄰近樓景，大埔方向、八仙嶺方向嘅時少山景同海景，景觀都相當開揚。呢邊坐向係向北嘅，跟住睇睇浴室部分，浴室都有重新翻新過，設有通風窗、浴室寶以及企缸位置。簡潔企理，跟住等我哋睇睇睡房。睡房設計都好方正，長度有7尺，闊度亦都有8尺。同樣有個大面積嘅窗台位置。望出去景觀，亦都係以鄰近樓景、大埔八仙嶺方向嘅山景海景為主，坐向都係向北。最後我哋睇睇主人房。業主將原本嘅牆身拆走咗，將2間房打通咗，成為1間大套房。房間相當闊落，整個長度達到17尺，闊度亦都有11尺。一邊可以放張大床、電視櫃。望出去景觀，亦都係以鄰近樓景、大埔以及至八仙嶺嘅山景海景為主嘅。而原本嘅另一個房間就做咗個衣帽間以及化妝區，做咗一大組嘅入牆衣櫃、梳妝台等等，亦有個全窗台位置。望出嚟景觀就係以屋苑鄰近樓景、平台園景、泳池以及少少海景為主。呢邊坐向就向東嘅。最後我哋睇埋主人浴室，主人浴室都有重新翻新過，旁邊設有企缸位置、浴室寶以及通風窗，簡潔企理。現時間嘅單位係放賣緊嘅。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就分影片下低夾翻頭像側邊嘅 WhatsApp 或電話掣，直接查詢啦。Thank you。